后来，过来这是平面媒体来压料，讲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，甲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会伫个农历过年的前后来会面。但是北京提出着3张见面的门票作为前提，其中包括爱甲赖政府军事采购的预算动落来，嘛爱国民党摆除一切对统一有伤害的改革行动。啊，国民党是发声明来反驳，讲这拢是恶意、恶被骗的。 我们在台湾每一个人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。开嘴合嘴就是中国人，也搁再强调九二共识。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江11月中伫上海和平饭店会见国台办主任宋德。另外，肖友琴也会伫党主席改选10天后去田丁。被媒体压了，两位副主席去中国交涉后，双方已经达成共识。 第4回伫旧历年的前后登场，北京佮提出3张门票当作是条件：第一，阻挡赖政府军事采购预算；第二，袂使限制中国人民生理来往佮投资相关国安法制佮立法的进程；第三，叫南亚摆脱一切对统一不利的体制改革行动。门票说了，3张票。我什么时候见习近平的时间都已经排好了，编故事也编得，我的天哪！针对这个讲法，国民党中央也发出声明驳回，强调迄是防恶意绑架风声。两位副主席出访的时间，拢比赖总统倒数花油较早，也讲出增加400亿美金军购的时间点，继续煽动保卫两岸和平。在两岸之间的对话也好，或者是情势变化也好，都会影响到国内选举的结果。媒体的报道，我想都不是空穴来风，因为印证郑丽文自己的说法，印证2位副主席非常绵密的前进中国踩线。是讲第4回到底当时要登场，党中央敢若讲无预设时间点，该安排的安排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